活過來，家就活了。爸爸活過來，家就活了。爸爸活過來，家就活了。Yes。愛手，一切是愛的創造，讓我可擁有高飛美夢。共你在路上相遇，互相照亮，容讓世界因愛得到改變。因主愛，我方可懂得愛。我跟你一起唱，共你走向神，同行祝福的路向。因主愛，我方可懂得愛。縱使身邊裝也別要一個行，流淚也笑，原諒也笑，活在彼此愛內，好比天國。好，今日真係好開心啦，完成咗呢個第一屆溫哥華嘅爸爸學校啦。咁我真係超乎想象地得着啊！上完呢個爸爸學校之後咧，覺得就即係雖然好多時以為自己識，但係原來唔係嘅。咁好多嘢咧，同有其他嘅爸爸一齊去分享嘅時候咧，咁中間感受到好多唔同嘅得着咯。所以其實無論信神又好，唔信神都好，其實嚟到呢個爸爸學校，其實係有好多同路人同我哋一齊，咁大家互相勉勵，互相去鼓勵，咁其實係可以得着好多。我相信咧，即係神俾我哋家庭有小朋友咧，都係一個神嘅祝福。咁俾爸爸可以成為一個爸爸，都係一個計劃，一個好好嘅祝福。咁我亦都鼓勵好開心，即係我哋嘅先生係可以參加呢個爸爸學校嘅培訓。咁佢喺當中，我今日嘅感受係非常之感動，因為見得到爸爸嘅成長，同埋佢喺神面前嘅一個委身，即係好感恩。我亦都相信佢藉住呢個課程，佢係從今日開始重新出發，亦都重新成長，更加有力。即係對家庭嚟講係一個好大嘅祝福，同埋對佢自己係一個好大嘅祝福同埋造就。非常之感謝呢個爸爸學校嘅課程，鼓勵大家一齊參加。